总是这样，骑着摩托车，廖金枝小小的身影在南投中寮山间穿梭。崎岖的山路向西底窑宣扬无毒农业的一路历程，花了5年，愿意合作的农户还是个位数。我是蛮认同这条路的。种柳丁的朱昌辉修剪的树枝得堆叠焚烧才当有机肥，因为没农药容易病虫害，多一道清园步骤，土地资源就多一分保护回馈。产量当然是会降下来也会有阵痛期，我的这个阵痛期大概是3年了。我是有传承西底窑之前他们的经验，所以我的其实阵痛期这样已经算比较短。和种植帝王柑的萧秋文阿伯不断经验交流，他们把生产端顾好，销售全交给西底窑学习农园，让金枝去伤脑筋。那我们就会希望说，就会有提到说，希望他是用没有农药的，他也会直接跟你讲说，怎么可能？然后像这样的，我们就会想说，那再去找他，去谈谈看他有没有可能啊。这个与生产者结合的平台，源自921大地震之后农村重建的概念。农民的根在土地，以毒喂养，怎能永续生存？创办人廖学堂因为癌症过世，更让伙伴们坚定推动无毒农业的信念。多一块土地，就多一种希望，多一个农友，多一种可能。种爱坚持，梦想听从会实现。梦想听从会实现，就是总是要坚持，一定要坚持，那梦想一定会实现。我们也祝福西底窑。我们今天认识这一群朋友，推广的是观念。他们说，就像看不见的种子，落在别人心里，会不会发芽？能影响多久？会影响多久呢？所以他们自己一步一脚印，踩得小心翼翼，希望看到成绩。凭借的是理想和坚持。种爱坚持，梦想聽出會實現。種愛堅持，夢想聽出會實現。